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又到咱小解语序的时间啊，请大家做伙来听看卖。变啊，阮细汉的有去上课，迄日的下晡时啊，我就固定爱去坐云甲载。返厝的路呢，阮两个会加减啊开讲。主要拢是咧为迄日伊伫学校有啥新色代，有通互我鼻芳咧无？有一日话头是安怎起的，我已经袂记住。话咧的时，伊有讲到一句讲，我今仔日中昼去互泡面的碗烧着。向时，我随甲应讲，迄叫做烫，毋是烧。烫着甲烧着是无共款的代志呢。烫之字，伫台日大词典内底的解说是去互烧水伤着，这表示讲烫毋是直接去互火烧着的，亲像咱若去摸着热油、水烟，去捂着烟筒讲种的，拢会讲烫着。这个烫嘛会当做动词用，比如讲。你去甲遐个番薯叶仔烫来食，这就是讲，甲番薯叶仔下入去滚水内底拉拉咧，叶仔若变色变软，就赶紧甲糊起来，搁来掺猪油、蒜头、豆油做伙拌悄咧，就挺好烹上桌，毋通放伫滚水里伤久，滚伤久咱就会讲迄叫做杀，毋是讲烫。若伤久，遐内底营养嘛，拢会走为水里去。若烧着咧，真简单，就是咱受伤的时，是直接去接触着火，即款的就叫做烧着。佮补充另外一种情形叫做触，用一句例句来解说较紧。我的手去互伊的香触一个碰拍，即个触就是用已经点倒。毋过无火子的物件去拄，一般就是咧讲香甲薰迄款的。放炮啊，就爱用香去触。若衫裤无细字去互薰触着，嘛就爱破一空。要学一个语言，同要紧就是爱定讲，有讲着加减啊会拄着问题，通互相讨论求进步。若毋是你讲阮祖囝甲我讲迄句话，今仔日我哪有即个呛数？通来看各位练习者，有影是有讲有保庇啦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过来哦。